馬上登入申請現金貸。進入現金貸頁面後，點擊立即申請，開始身份驗證。請準備好你嘅身份證，開始拍攝。將身份證對齊方框，確保四周環境光線充足。請避免喺戶外或強光環境下進行掃描。四條邊變成藍色後將自動拍攝，然後開始人面識別。將你塊面保持喺拍攝畫框內，跟住指示眨下眼。如果你有推薦碼或優惠碼，請在此填寫，否則可以按跳過。填寫你嘅貸款申請資料、個人資料、就業資料，確認無誤並閱讀章則及條款後點擊已閱讀並同意。申請現金貸服務需要查閱你嘅信貸報告，同意請點擊同意並繼續。成功遞交資料後，好快就會收到審批結果。忠告：借錢梗要還，咪俾錢中介。